2025年 DSE 一啲 essay 攞11、12分嘅師兄師姐呢，佢哋都係用呢個方法去搶分嘅。想講有90%地理科嘅考生寫 essay 嘅 intro 咧，就已經注定你係失分噶啦。你寫嘅 essay intro 仲係咪求其抄條題目一次，或者求其寫啲廢話落去就算呢？如果係嘅話，記得睇呢條片。雖然 essay 嘅 intro 咧唔算佔好多分，但係佢有兩個好重要嘅作用。第一咧係佢喺第一段已經 impress 到 marker， 等佢知道你有溫書。第二咧，一個好嘅 intro 係可以不斷 remind 你自己 essay 嘅重點，等你唔好越寫越離題噶。一個方法就可以改善你嘅 essay intro。叫做 intro 定義法。喺第一段嘅 intro 裏面，不妨咧將題目嘅地理術語落一個定義。例如條題目問及下游氾濫嘅自然因素，我哋喺第一段咧就會即刻 define flooding 氾濫嘅 definition 係 peak discharge 洪峰流量大過 bankfull discharge 滿岸流量。跟住你嘅 essay 咧，你就知道係要繼續扣住呢個洪峰流量同埋滿岸流量咁樣寫落去，包保你唔會離題。2025年 DSE 一啲 essay 攞11、12分嘅師兄師姐咧，佢哋都係用呢個方法去搶分嘅。留言話俾我知，你仲有啲乜嘢地理科嘅技巧想學？想學更加多滿分 essay 嘅技巧，快啲嚟報讀 Marco Sir 嘅地理科課程啦！我哋上堂見，拜拜。